似卡哇嘅世界，其中一種最恐怖、最黑心嘅族群，會令啲小可愛一族比死更加難受㗎，就係佢哋啦。今集咧會同大家研究下巫婆呢個族群，順便揭開飛鼠身世嘅秘密啊！開始之前記得訂閱、留言同埋 like 支持呢個 channel 啊！由於正值復活節，咁就先從尋寶篇開始啦，同大家一齊 treasure hunt 啊！有一日，兔又帶住小白同埋似卡哇嚟到一個神秘嘅地方，係最近先揾到嘅，上面寫住寶藏喺度啊！呢個地方罕有地咧唔係免費嘅喎，3個人啱啱好夾夠錢買入場券，就咁就入咗去啦。大家都應該估到咁嘅開頭，一般都唔係啲咩好嘢嚟噶啦。啱啱好入去冇耐咧，就經過一條獨木橋，平衡力麻麻地嘅似卡哇冇幾耐就跌咗落啲泥漿度啦。聰明嘅小白知道佢喺度沉緊，就叫佢咧淨係突個口出水面度呼吸，同埋叫兔咧拎咗支棒將似卡哇救出嚟。被救出嘅似卡哇得返個嘴仔，真係得意到爆啊！後尾佢哋發現原來啲泥漿咧係朱古力嚟嘅喎，小白就用隻腳去點，兔咧就用隻耳仔去點嚟食，會唔會太得意啊？跟住佢哋就經過咗個深坑，中間有個巨大嘅章魚燒。當小白同埋似卡哇擔心咧中間會太腍跌落去嘅時候咧，兔已經跳咗過去啦。原來咧呢一個章魚燒係脆噶，所以就安全冇事啦。行下行下，突然之間一粒炸蟹鉗跌咗落似卡哇個膊頭喎。原來上面有棵生滿炸蟹鉗嘅樹啊。當小白擔心再行會有危險嘅時候咧，兔已經爬咗上去食緊啦。當3個人行到差少少就有寶藏嘅地方咧，突然之間2粒肉丸就由山上面碌咗落嚟。身手敏捷嘅兔咧就好似玩雜耍咁喺上面行，但係黐仔咧就中咗招啦，全身紅色好似血案咁啊！不過唔緊要，人冇事就 OK， 仲可以食添。當3個人終於揾到寶箱嘅時候咧，上面寫住打開需要 use Shaw。正當小白以為係解謎，頭先滑落嘅肉丸其實係 she 上面嗰2點，即係打開需要友情 use Shaw。咁解啊！友情嘅話仲唔簡單咩？經歷過生死嘅3個人點會冇啊？正當佢哋充滿信心合力打開嘅時候，發現個蓋喐都唔喐。黐仔突然之間發現有個投幣口嘅，原來係打開需要付費啊！係 use Shaw 有償，即係需要俾錢嘅意思啊！不過3個人俾晒入場券已經冇錢啦。呢個時候兔大大聲嚇咗出嚟，跟住小白同黐仲一齊無奈到瞓低啊！其實日本人咧真係好中意啲諧音 gag 噶，而阿根牛老師咧都成日會玩呢啲諧音 gag，所以咧翻譯都好頭痛噶。不過原來咧窮有陣時會反而救咗佢哋一命啊！冇幾多之後咧，古本帶住飛鼠去咗同一個地方。本身飛鼠都不感興趣噶，但係古本單手將佢拖咗入場喎。飛鼠咧就食得好滿足啦。結果身為舊書店老闆嘅古本咧，帶住足夠嘅錢入咗錢打開個寶箱嘅時候，彈出嚟嘅竟然係個巫婆啊！仲話其實嗰度係佢嘅寶物嚟嘅。正當個巫婆話要幫2個人打開寶箱嘅時候咧，飛鼠就認出原來佢係當時嘅魔女啊！仲話有不祥嘅預感，問我行先啊，準備撇低古本一個啊！不過已經為時已晚啦，2個已經俾寶箱催眠咗，俾魔女塞咗入去啊！不過無論點閂都閂唔埋啊！呢個時候飛鼠隻飛毛腿將個箱蓋踢開，2個人正喺度逃跑嘅時候咧，巫婆好似認到飛鼠喎，仲講咗句：咦，你？呢個時候咧，古本救鼠心切啊，即刻攞個背囊打向魔女，魔女連牙都飛埋出嚟啊！到底古本可以有幾大力咧？佢2隻牙咧啱啱好跌咗落個木牌上面，令到有償變咗做友情啊！呢個唔通係喺度暗示緊經歷生死嘅古本同埋飛鼠開始建立真正嘅友情，定係想表達以為同飛鼠係朋友嘅古本，其實連飛鼠嘅真身係怪物都唔知道呢？呢個時候飛鼠自言自語：係嗰陣時嘅魔女啊！其實呢度已經完全證實咗咧，飛鼠同埋大強交換靈魂嘅事就係呢個魔女促成嘅。之後仲有一個好虐心嘅後續，
就係被逼同飛鼠交換咗身體嘅大強，即係小可愛一族嘅飛鼠真身啦。就發咗個夢，係自己變翻嚟啊！結果醒咗之後，發現自己仲係大強呢隻樣衰怪物嘅樣啊，真係好可憐啊！其實呢個魔女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噶啦。動畫早期嘅時候，佢已經嘗試將似卡哇御三家嘅靈魂同埋森林家族嘅公仔交換，嘗試偷走佢哋嘅肉體，仲念念有詞咁話有人想成為你哋啊！可想而知呢個有人呢，其實係只想變成小可愛一族嘅怪物，即係奇美拉。貪錢嘅魔女呢，相信係想攞小可愛一族嘅肉體去黑市，同啲奇美拉或者怪物做交易啦。新入坑嘅朋友，如果想知道飛鼠同埋大強嘅背景，可以重溫翻呢一集噶。除咗呢個綠色皮膚、黑色袍嘅巫婆，仲有一個白色頭髮嘅山佬咧，都會用類似嘅手段去行騙嘅，為求就係呃走小可愛嘅肉體啊！有一日咧，御三家去摘栗子，突然之間就中咗陷阱，兔咧就被倒吊喺樹上面，而小白同埋黐咧就俾捕獸器夾住，睇落好痛咁啊！三個人咧就咁喐都唔喐，去到夜晚，有個白色長頭髮嘅阿婆就出現啦，救咗三個，仲幫黐同埋小白隻腳搽咗藥膏，令到佢哋即刻唔痛啊！呢個阿婆咧仲煮咗豐富嘅晚餐，送埋零食俾佢哋喎。呢個蘑菇山朱古力後面寫住一個細細嘅老字，即係蘑菇山佬。小白仲話呢個係咪自家品牌？點解感覺好似怪怪地咁嘅咧？三個人沖完涼準備瞓嘅時候，就覺得要幫山佬準備翻早餐去報恩啊！結果就見到山佬喺度磨緊刀，原來係柴魚片嚟嘅。山佬仲話咧係煮麵豉湯需要嘅材料。三個人即刻話咧要幫手準備早餐材料啦。跟住兔咧好快就摘咗堆蘑菇翻嚟，即刻倒咗落啲麵豉湯度。當大家一齊開心咁樣食住早餐，唱住歌嘅時候，山佬突然之間話有人想變成你哋咁樣啊！於是就開始露出兇狠嘅樣，雙手仲有啲紫色嘅火焰啊！呢個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嘔咗粒紫色有毒嘅菇出嚟，應該就係兔頭先摘翻嚟倒落啲湯度嘅。於是佢就暈低咗啦。相信以兔哥有3級除草症嘅實力，冇可能唔知嗰粒菇係有毒嘅，所以佢應該係一早就察覺到山佬有問題，於是將毒蘑菇加咗落去俾佢食。小白同埋黐仲傻更更唔知發生咩事，以為係山佬太攰啊，仲幫佢打掃埋先返去。冷靜嘅兔哥乜都冇講，仲好他條咁樣飲埋剩翻嘅麵豉湯添。無論係綠色皮膚嘅巫婆定係山佬，都有同一句台詞，就係有人想成為你哋。相信佢哋都係不擇手段，希望攞走小可愛一族嘅身體去賣嘅衰人啊！屬於小可愛世界入面最危險嘅族群之一。就算奇美拉或者其他怪物咧，小可愛一族都有武器可以討伐佢哋去賺錢。但係魔女族咧係會 set 啲陷阱，用各種方法呃啲小可愛一族嘅身體，仲拎去牟利。而成功嘅例子正正就係飛鼠啊！而且咧，好似冇人會規管呢啲魔女，盔甲人咧都未必知佢哋嘅存在，似乎相當危險啊！睇到呢度，係咪覺得似卡哇嘅故事其實好令人心寒呢？最後就講翻啲輕鬆少少嘅話題啦。成條片嘅重點，除咗可怕嘅魔女一族，就係原來古本係擁有神力，可以單手拖行同自己身形一樣嘅飛鼠之餘，仲可以將巫婆打暈啊！牙都甩埋添，睇嚟古本嘅實力係咪唔輸俾海賊師傅呢？大家又點睇古本同埋飛鼠嘅友情，仲有魔女一族嘅存在呢？歡迎留言一齊討論啦！